才有袂笑就一直笑啦吼。就是因为拜三用四支骹行路，人2支骹就好哈，4支骹足歹行对无？啊，若用4工才6支啊呐，哎，搁较济吼，所以骹毋免坐，钱坐偌紧对无吼？骹拄啊好就好，2条腿就好吼，可以好好站立。所以应阳牧师有受伤，拜伊受伤，所以牙关要牙3工吼。啊，甲拜是暗时开始藏来吼，所以咱会当行来遮敬拜主，是毋是真爱阿罗上帝？啊，搁有雅琴姐在我们当中，好，你们卡片我给，哦耶！咱来热烈鼓掌声吼，互咱的主，伊伫咱的主啊，请坐。哇，所以咱就一定爱徛起来哦，来互相来请安，讲今仔日有美好的代志要发生伫你的心上。今天有美好的事。今仔有美好的代志，阿门。今仔日有美好的代志，请咱来甲今仔有美好的代志，阿门。来，今仔日有美好的代志，阿门。哎呀，晴雨有美好的事，平安，这是 Hello， 哎呦，这个帅哥我知道啊，国中的吗？国中哈啊，感谢主，有美好的事情，有美好的代志，哇，发生伫咱每一个今仔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的哦，哇，感谢主，感谢咱的主，来啊，好，来哦，咱要来主的圣殿。主接伫圣殿哈，咱要来祈祷，要举起咱的手来向咱的主呼求，是因为这位主是听咱祈祷，真足看咱的，伊看重咱，每一天为咱来提名来祈祷哦哈。咱斗阵来吟这首歌。我拿出钱，伫你身上，家己添皮。来到你的面前，主耶和华，我要举手向你呼求，为着同胞，为着中途，家己添皮来到你的面前。主耶和华，我要举手向你呼求。要求什么啊？哦，主，求你亲像我，你通来听，这所在所有的祈祷。哦，主，你天天来听，啥要我做我，求你来你全地。哦，主，求你亲像我，你通来听，这所在所有的祈祷。哦，主，你天天来听，啥要我做我，求你来你全地。哦，主，咱搁一遍来到主的圣殿。阮拿出钱，伫你身上，家己添皮来到你的面前，主耶和华，我要举手向你呼求。要求什么啊？为着同胞，为着中途，家己添皮来到你的
咱来到你的面前，咱来宣告主所赏赐予咱的话语，咱斗阵来读，请，咱就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献出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也袂拢总的上帝。恁着三对立做，三体祈祷，通得着医好。伊人的祈祷，伊的力量有大功效。兄弟姊妹，咱来感谢，咱来学乐，咱来认咱的罪，通好来领受上帝要赐福你甲我，咱到主你的面前，开嘴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予阮有新的早起，主啊，你予阮生命开始，主啊，你予阮徛立伫你的面前，主，予阮勇敢，予阮无惊吓，因为主啊，透过你的拯救，主啊，你予阮会当伫遮，主啊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予阮主持伫遮，凭主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圣殿，主啊，伫遮阮要来大声用诗歌来学乐主，予阮知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，主啊，你是赏赐阮平安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有赦罪之恩的主，阮感谢，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主你是创造万物，特别是主你予阮有开示的主。主啊，阮是啥物人？阮竟然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，得到主你的拯救。主啊，阮会当得到主你来领阮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主，阮是何等有福气！主，搁较重要是主，你知阮软弱，你知阮人的罪性。阮定定拢伫无意中，主，阮就掠家己做大，阮袂记你助你。主，阮就掠家己做对，阮对人来歹声扫，阮对人来论断。主，阮小小的信心。我毋知影主你是超过这问题的主，总是主，阮就来遐烦恼，阮就来遐心累积。主，恳求你赦免，主，阮感谢你有赦罪之恩，互人知你是主。伊讲，阮既然认阮的罪，主你就要赦免阮的罪，拄起阮会不记。主你是信实的主，阮感谢阿罗你。阮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咱要来为着咱的国家城市，咱的国家的城市真重要，所以咱爱来守望，咱嘛爱来认罪。咱有偌久无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，咱来读上帝予咱的话，请。上帝做王治理万国，上帝做伊生的宝座。列邦的贵族组织来做亚伯拉罕的上帝的百姓，因为世界的品牌是属于上帝，伊是极源。兄弟姊妹，感谢咱三甲为着这个国家执政掌管者，特别是为着即马要选总统，这两天流行一个什么？一首歌对吧？要是能重来，你有听无？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。唔免我讲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敢好咱的国家莫阁经过安尼好无？要是能重来，咱的国家就稀累累啊啦，好无？咱爱勇敢徛起来，来为着咱的国家执政掌管者，为着要选总统的人，这算规群人的嘛，对无吼？咱举起咱的手来守望，为着咱国家来祈祷，请咱开出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感谢你来掌管你这块土地。主啊，这块土地是美丽的宝岛。主啊，你的宝岛，主啊，你的心意就是要来听这块土地的所在带起你伫遮徛起的人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拯救阮临到伫这世在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来赦免阮的罪。主，阮有真济的时阵，主啊，阮拢袂记你，阮爱来守望，阮要成做一个守望者。这个国家，主啊，有真济人咧拆毁，主啊，伫真济人。伫个遮无好作为，主啊，阮要恳求你，主啊，你予阮来守望，予这执政掌管者，因真知影要行公义、好人民，要堪比家己，知影有一位主。主，阮恳求你亲身带领，
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美丽的宝岛是你创造，嘛是你掌管。过去400年久，你透过宣教师，主你家己的囝儿，你的儿女，伫这个所在宣教，就是要爱拯救这个所在。主啊，你无放弃台湾。主，过去发生真侪代志，阮总是伫个后悔，伫个怨叹中间。若是会当回来，阮无要倚靠人。主，若是会当回来，阮要来倚靠主耶稣基督你。主，恳求你掌管，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你的囝儿，阮愿意每一天来守望，为着这个国家，为执政者，阮会当，互执政者会当行公义、好能力。存着谦卑的心，愿意甲主来同行，知这位主是上大的主，主恳求你来帮助阮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主是要赏赐平安，要赏赐咱有主的祝福的祝福。咱刚好来领受上帝要来医治咱，要来祝福咱的话语，请。有人看病无，伊就叫教会的长老，伫主的名用油抹伊，阮我伊来祈祷，有信的祈祷，要救破病的人，主要互伊起来，伊若有做，要写俾伊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有需要，有下骹遮的身躯，也是事业、工作，也是学业，也是人际间的关系，请你起立。咱的同工要为你来祈祷，兄弟姊妹，请起立，你有需要的，咱就举起起咱的手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主，你要大权力，大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世代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恳求你来保守。主啊，你已经行奇妙的事，主，阮可能即摆也未看见，总是主，你已经行了这的事。主，你已经真侪阮的帮赞，真侪阮的困难，你医治阮，你引带阮，你会真侪阮的困难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是赏赐阮平安喜乐的主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接落来，咱要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，等一个礼拜来守望来祈祷。咱要来领受上帝话，请。有一项事，我要对耶和华求，我永远旨意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眼光，照亮伊的殿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为着今仔日圣灵降临，恳求圣神，等者伫咱礼拜中间，圣神即时就来充满互咱得到主遐来力量。咱嘛为着写领因以及咱的牧者团队，咱伫主的内面领受上帝对上帝遐来引带带领有合一的服侍，请咱起立，咱为着今仔日的主日要来祈祷。来守望来祈祷，请咱大声来祈求上帝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设立主日的主。主，我为着安尼来感谢，特别是主啊，你圣神降临，主啊，伫这个时，主啊，你来降临伫每一个人，主啊，既然开嘴，主啊，既然愿意的，主你圣神来点圣神的火伫阮的中间，主你互阮对死搁活起来，主你互阮有对你大大的快乐，主，阮感谢，阿罗你，阮也恳求主。你伫圣神中间，伫
等一个礼拜中间，主你来开，对阮每一个人来讲话，主阮感谢俄罗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多多信心，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灾灵。搁伫耶路撒冷等犹大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干净。哈利路亚！咱要出声吟诗来学乐咱的上帝，上帝是值得咱学乐，阿妹吗？来欢喜来学乐。出声吟诗来称赞主生命，也去享受感谢主你的名。我主耶稣，那求你充满我，互我基督万国罗撒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，出声吟诗，出声吟诗，来称赞主生命，也去享受感谢主你的名。我主耶稣，那求你充满我，互我基督万国罗撒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，来迎哈利路亚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，来迎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乐天拜你新名。若无信心感动，咱无伫讲耶稣是主，阿妹吗？所以咱当高举耶稣的名是咱的福气，咱做伙用哈利路亚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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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出声吟诗来学乐咱的上帝，出声吟诗来称赞主生命，也去享受感谢主你的名。我主耶稣，那求你充满我，互我基督
拜上帝。各位听弟姊妹，大家请坐。咱的心毋免着惊，因为咱有耶稣基督来做伴，伊要引带咱的脚步，亲像顶照咱人生的路途。主耶稣，引带阮的脚步，亲像顶照人生的路途。无论风有偌大，无论雨有偌大，阮一生决心要跟伊行。伊的影，阮藏在心肝内，
星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我要来亲近你，搁甲你捌你，星星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的声音，我可以献给，献给我救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，星星请你来，充满我的心。我要来亲近你，搁甲你捌你，星星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予我看你，予我听你主爱的声音，我可以献给，献给我救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我救主，我可以献给我救主，我敬拜你荣耀，荣耀我救主。你的请求，予阮会当称你做阿爸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还阁伫黑暗中的时阵，主你就拣选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呈现信心伫阮的中间，来充满阮，互阮的心醒悟起来。互阮知影，阮人有限，互阮知影，阮需要主。亲爱的圣神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伫即个教会，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长老教会，伫即个所在，过去50几年。伫要54年中间，主啊，你行真济神迹奇事，但有缘这个代志要继续来发生，因为主，你定义就是要听，既然你来祈求的，主你听去了，主你嘛要来回应，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主，你是国真国活的主。愿阮今仔日来敬拜阿乐真多，芳的祭来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来感纳。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首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他起立吟全首。
现在，大观音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阿罗你，你创造阮的生命，你搁才派主耶稣为阮定十字架，因为伊的宝血洗清阮，互阮搁一届成做你的囝儿。阮也感谢你，你差派圣神做阮的保惠师，每时每地带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及时的帮衬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伫即个礼拜中，你引带阮平安，互阮甲身边的人有好的团圆。阮的病痛伫即礼拜中也得到主你的医治带领，互阮今仔日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总是伫昨日有阮的兄弟，互主你接去，安歇伫主你的怀中。主，阮虽然毋甘，但是主，阮知有一天，阮伫天日嘛要参与三甲团圆伫主你的面前。主，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。主，阮即时也为着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就圣神大观念灌入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有气力，会当来顺服主的命令。主，阮也为着下晡总务部的会议，甲夏令营的营前的训练会当顺利由主来掌管。主，阮即时也特别为着阮的牧者团队来祈祷，因为主，阮的牧者是主你所爱，要来引带阮，同心合意，主你来，跑走，求主你赏赐因有好勇壮的心性了，互因毋若是因家己佮因的家庭，拢会当同心合意伫主的得到主你的气力满满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因的带领内面，主你来向着标杆直跑，使我们有一致的意向，来达成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。主，阮即时为着阮下面所有敬拜，甲牧师的讲道，会当刺插伫阮的心，互阮会当顺摊你的旨来行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28篇，就是诗篇118篇，启用文28篇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愿以色列讲。
愿阿伦祭司会加讲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伫危急的时，我求叫上主。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即个门是上主的门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。起厝的师傅，气杀的少。这是上主的作为。这是上主所定着的日子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解救阮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着野手机参加庆典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你是咱请青年牧区来献诗，所要吟的诗是成传互身边的人。
谢主，咱来成全互边仔的人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到21节，白话伫圣经第224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。恁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诚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行做，就有光明囝儿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项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就查出啥物是主所欢喜的事，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在做无路用的代志，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。因暗暗坎坎在做的，连讲拢见笑，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出来，因为互一切显明出来是光，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得困的人起来，就对死人中爬起来。基督要甲你照光，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做聪明的人，善用机会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，毋通酒醉。酒醉会互恁败坏，反倒着互圣神充满，着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，着靠咱的主耶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顺服。即是请本堂老牧应验牧师来讲道题目是《圣经内面的新生命》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正有新的生命。咱看到青年牧区拄则唱的迄首歌，因已经知影承接、啊，阁会当传互别人吼。咱要为着即个会当伫世代之间传承，诶，咱的主来献上咱鼓声来学乐咱的主。哇！我看到青年牧区。真正就活力的吼，咱嘛是要爱活起来，咱嘛是要爱有新的生命吼。伫要开始的时阵，我相信咱伫端午节已经食到这与众不同的粽子哈，每一样食的拢与众不同，但是这个粽子恐怕我们更可爱哈，总是咱袂忘这么古水的脚安那卖大汉卖嘛吼，肥嘟嘟看到足古水的吼，总是咱希望伊会当安那，毋是干那看尔，希望伊会当安那慢慢徛起来。这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开来，一个健康的人就会当徛起来。伫差不多25年以前，一个查甫婴仔生出来了后，医生就讲伊甲状腺分泌不足。甲状腺分泌不足会安怎？袂大汉啊，做啥物？呆小症啊，个子比别人呆，头脑安那，也是呆哦，就是个子比较小，然后头也会呆，总是安那，咱的主真奇妙就安那，就要慢慢来补足，这就是我第2个囝，因为咱一听到囡仔安那，后边就呆小症，咱就戆影，总是咱的主真侪咱的保障。伊安那真侪咱生命的补足，就互甲状腺补足起来。慢慢我的第2个后生，大家有看过无？大汉起来，佫会自主，读较佫好，10年前佫会做恶作毒徛尾啥物？变啊巧啊！你知无？迄阵我心内一直咧想讲，哇，那互伊遮巧，遮大汉，遮尔帅，这么有影响力，结果安那影响是无好的。兄弟姊妹，咱望人的是生命，是成长，是正确，是正面的，咱的影响是正面的。所以有一个真有名的圣洁会的属灵的长辈，伊就安尼甲身躯边的人讲，亲爱兄弟姊妹、亲爱朋友，恁来成长，这是唯一一条咱伫主的道路上，咱爱正确的方式，咱就是爱成长。当咱看见伫一生中间有真侪。会无共款的阶段，拄啊，咱青年中间有真侪人开始毕业。兄弟姊妹，咱有足久无毕业啊无？有吼，足久无毕业啊吼。总是应验牧师要恭喜大家，今仔日咱要搁毕业一遍，因为毕业就是你去一个阶段完成，进到另外一个阶段。今仔日
咱对遮行出去，咱的性命佫变成新的，又更新，佫毕业一遍，佫毕业一段，因为咱已经完成啊。伫即个美国大法官，伊伫高中第一等的，敢若咱的建中美国的建中安尼。伊伫遐毕业典礼致辞时阵，伊毋是讲我祝福遮个囡仔一帆风顺，无，伊讲我希望恁安那定定拄着无公义的代志，甚至我希望恁互人背叛，我甚至有当时感觉恁嘛爱感受到孤单甲寂寞，有时恁嘛爱遭遇一些不幸。哇！遮个囡仔甲家长听落拢安那戆硬，拢戆去啊！请咱继续听伊讲，伊讲，咱若是无拄着无公平的代志，咱就毋知影公义的主有偌好，咱就毋知影公义的主会替咱伸冤。咱若毋捌互人背叛过，咱就毋知影忠诚忠心有偌重要。咱若毋捌有孤单寂寞的时阵，咱就毋知影有主甲咱同在偌尔好。咱无孤单，因为这位主是以马内利甲咱斗阵的主。咱若毋捌拄着不幸，咱就是毋知影，原来咱即马所有的一切是偌尔幸福的代志。咱今仔日所拥有的，毋是白白。今仔日咱所拥有的是有主的恩典。上尾一项，或者係囡仔青少年高中要畢業的，伫美國的精英，因攏戇硬，就是伊講，請恁唔通做自己。哇！那毋是即教育攏呼籲我們要做自己嗎？伊講除非你已經真完美啊，你唔免閣成長啊，你才賣做，你才做自己。否则你时时唔通做自己。那唔通做自己，要做啥？当然有一个标准通好学。这个人是啥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透过保罗伫以弗所教会来讲的。咱知伫前3章，以弗所拢总6章，前的3章就是上帝甲咱的关系合一，因为已经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死，赎回咱，互咱甲咱的主已经无隔断，咱会使甲咱的主合一，咱才会使成做伊的囝儿，咱嘛得到安尼基业。伫恒的咧，是你嘅恒的，就是讲，咱要体验到明捌这位上帝爱透过人甲人的中间，人与人之间，会使讲简单来讲，就是恒的中间，就是成长。咱的主要5万，咱会当成长。所以，咱透过咱的牧者团队，咱对第4章已经讲过第4章主的5万，咱来安那甲第5章，咱有新人武术5方面拢爱来成长。过来呢，当礼拜讲啥物？不学无术，这拢是耶稣，咱的耶稣上帝的款式，就是听。今仔日咱要来学习，就是咱的主是光明，是光明，是有智慧的，甚至咱伫照安尼去行，咱就知伫信心内面，咱每一天会当有更新，咱每一天都可以毕业，然后再进阶，咱都会使毕业再进阶，再进阶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像耶稣，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。所以伫第5章一开始第1节就讲到咱来安那。效法耶稣基督，献为活祭。咱家己若毋敢做，无愿意做，无想要突破的，咱就奉献了主，放伫主的面前，敢若祭坛。讲主，我本身我无爱安尼做，总是为着你，我要为你来活。咱来效法基督，所以咱不要做自己。咱若做自己，咱永远拢伫遐安那，不会成长。咱有一个目标，互主互咱的这个家己，在加上安那有主的目标，咱来活亲像主共款，咱是光明的主路。咱伫光明的主路，咱就真自然咯。咱拄有讲，咱若一个生命，咱就会大汉，咱若是一丛树啊，咱这生命咱就结出果子。什么果子足自然的？就是良善、公义、诚实的，而且更较重要，咱会当。信心光照，咱伫光明中间，咱就知什么是主所爱的。所以咱无愈行愈远，
主所爱的，我都目睭无爱看，我就干那行我家己爱行的，毋是咱要安那，无要行伫暗中，咱要爱甚至若有人行了无好，咱就爱安那来责备。当然，这咱需要智慧，要安那来责备人。就亲像尤牧师伫2礼拜有讲到，咱要爱安那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要责备人，咱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咱需要智慧也免。歹嘛，昨请问昨咱敢有一个咱敢有食肉粽，有食好料的无？啥物人煮的？爸爸妈妈也是厝的人煮的对无？伊若甲伊问讲好食无？你安怎讲？哎呀，感谢主，是真诶好食，也是。兄弟姊妹，我的囝第2个拄则讲的本来爱带小镇的，结果煮互伊食壮些安尼，母猪足煮的啦。伊去学校的时阵那个爱心妈妈去讲故事讲，哎呀，这个今天讲的故事好不好听？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伊讲啥？你讲的好烂，下次再来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你不要再来了。一到到国中的时阵，伊的老师误会伊英文老师，因为伊拄好徛起来冷裤啦，要裤了，你知影因咧少年裤拢穿迄落要落嘛拄啊叮当节顶要落去，佫拄徛起来冷裤，老师拄好伫外口入来，看到伊，因为伊是领袖，你知无？若教伊，咱讲纱机，啥物纱机穿好，掠伊就对啊。给他给卡搞了这我不要讲，多谢某某某，你为什么走动？老师我无跳，我无行动，我干那安那冷酷尔。你还辩解，你还那个，主要老师安那，卡斗顶，起膜拜。阮第2安那讲，老师那个情绪失控的老师不能当老师，有老实无？该老实，安尼敢好？兄弟姊妹，安尼毋对。咱后壁毋是干那光明之子，咱爱安那智慧之子所以毋通去拄面啊！这是当初因流行的一首歌啦。所以拄则咱有读台语的有讲这敢若有一首歌，敢若有一句话讲毋好去安那，毋好去拄面啊，爱起来这就是一个安那，迄个时阵提醒，嘛是咱的提醒咱的行动。咱的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就无行伫黑暗中咱来行伫好上重要。咱来看，什么是主所爱，无做迄见笑的代志无安那，无插迄见笑的代志，无斗阵伫迄个黑暗中，咱就爱行伫光明中。咱知，咱若要行伫即个黑暗中是足简单的，咱若要行伫光明中安那？咱有当时不舒服，有即个经验无？我干那问大家一句话就好。那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的时阵，你做的代志，甲很多人在一起，共款做一项代志，你敢会做共款的？简单讲，开车就好。高速公路，你若无迄个装，迄个迄什物，会叫伊讲前面有照相测速迄有无迄叫做啥物警告的迄行车记录器，迄个测速照相的迄你若无装迄你会有一直定速开100以内的。有人足大声，足勇敢讲不会，所以开偌济60遐，嘛袂使啦兄弟姊妹，这点就好啊。咱开即马人愈来愈想要开较悬的是安那？迄小旅社会使看到头前有警察无？兄弟姊妹，当咱想要行伫光明中，寻求信心来甲咱帮咱一定会当，而且咱继续爱行伫光明中，咱才是迄个醒起来的人，咱毋是死伫遐的。圣经内面讲引用迄个时阵流行的歌，就是困的人啊，紧醒！对死人中起来，就是基督的光未照你。好佳哉，咱即马边仔无困的人好，感谢主等者若边仔有小可一句话甲讲一下毋通搁困起来，咱要过活伫基督的光要来照你。所以咱就要来学习，
咱毋是干那成实光明，咱要学习成做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咱爱谨慎来行代志，毋通亲像愚妄的人。啥物叫做愚妄的人？就是安那冲动、冲动，无安那算数。圣经嘛，甲人讲，你也要去开厝，耶稣讲，你也要起厝的人，你爱小算看觅无？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若要走出舒适圈，咱爱有信心之外，主有甲人讲，咱爱小算数无？爱。当咱若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，获利润在这里。请问，利润越大，什么也会越大？风险一定会愈大。兄弟姊妹，请问你爱先想利润，还是爱先想风险？是吗？所以咱来咧做决定的时阵，咱可能爱先想，即个风险是啥物？咱想的风险甲别人无共，咱想的风险是讲，即个有得罪上帝无？即个啦，毋是讲算讲我买厝，我风险是偌济起，毋是这。是讲我做即个决定有得罪上帝无？若是得罪上帝，今仔经文就甲人讲，毋通阁拄面，就甲人讲爱行伫光明中，就是甲迄仁爱甲公义若无关呢？若甲仁爱公义是无仁爱无公义的，咱就毋通做；甲灵敏无灵敏的，咱嘛毋通做。就是听讲，咱爱行公义，好灵敏，爱存着谦卑的心。咱若想要家己做上帝，这嘛是愚妄的人吼。所以咱爱真谨慎。第二，爱惜公因，就是爱咱拍拼，拢莫休困，是毋是安尼？毋是，伫遮个意思，毋是干那字面上讲爱惜光阴，伊即个光阴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啥物？时间甲时机，时间甲时机拢伫上手中。上帝手中，当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，咱通好来管理。总是上帝嘛要甲迄时机互你有把握无？伫遮就是讲爱时，就是讲你要甲你的本来你的时机已经互罪恶摕去啊，你的时机已经无去啊，要爱你赎倒转来，拿回来，要拿回来你的时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兄弟姊妹，当咱的时机若拍加落，无去，毋免烦恼。只要咱甲主求，主你阁互我时机，毋是买厝的时机尔，毋是买股票，毋是换头路的时机尔，毋是安尼。咱的主比这阁较做阁较重要的代志，嘛毋是干那讲叫咱爱甲代志做对，甲代志做对，有重要无？重要，总是有比这阁较重要是啥物？爱做对的代志啦。我的第二个囝真后做代志做好对，足够想的，足够打通人脉各方面，伊代志做了足对，总是做毋对代志，其他拢安那了去。兄弟姊妹，你做对事情还是做对的事情？无讲吗？对无？愿咱拢做对的事。什么是对的事？下骹就要讲，是毋是明白主的旨意？你若是做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就是做对的事哦。你若做对的代志，咱若无做到100分，谁会甲咱补？主嘛，咱的主会甲咱补，伊甲咱开路，伊就袂关。总是咱若足认真、足拍拼、爱惜光阴做咱家己感觉对的代志，总是安那。对主毋是下主的心意，安尼你全盘皆输。我只有会使安尼来讲，按照主的话语讲，咱爱亲像智慧人，上大的、上重要。你有看到山特别突出哦，这个上重要啦。你先抓到嘛，肉粽头先抓到，是下主的旨意，毋通做糊涂。糊涂就是你做的是无下主旨意。啥物是无下主旨意？咱拄则有讲，今仔经文嘛，继续咧讲。足具体的，等下咱来讲，爱互信心来充满，毋通安那醉酒放荡。喂，咱的信心充满，甲醉酒更共一项，共一句，可见信心充满跟醉酒是安那有一些相像，是吗？因为安那相像，咱看醉酒的人会唱歌袂？爱拼啊食，
会赢吼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买唱啊，什么香囊金桃啊，买唱下面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选什么，也会乱唱，对不对？哈。啊，咱的性情穷嘛会唱歌嘛，嘛会啊，有倒位无共，当然嘛无共。醉了的人，他可以自主，他可以自由选择吗？不能，伊已经互啥物控制啊？酒精嘛。你若是性情穷满了后，你可以做你平常没有办法做，但是性情安那尊重你，你会安那，互你自由意志，你决定买还是唔？啊，搁有，当你若做伫主的旨意内面，哇，你就轻松了。而且，就是你不轻松，你很辛苦，你也不会痛苦，你会觉得很起劲。哇，这就是圣灵，所以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，咱就爱斟酌看啊那咱的行为，斟酌来听啊那主的旨意啊，咱唔通行伫迄歹内面，咱爱来保守机会，什么机会？见证主的机会，什么机会？就是行伫主的旨意内面，互人来到主的面前传福音的这个机会，咱就是爱把握这个机会。好，咱就爱互信心来充满，唔通酒醉哈，唔通安那放肆哈，啊是要爱互信心来充满。咱伫信心充满了后，咱心充满啥物？咱的喙就安那。真自然来唱歌，来学老主，自然咱就来见证咱的主，这是足自然的代志。咱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咱就是拄着啥物代志，咱嘛会感谢上帝，真奇妙哦。拄着歹代，你嘛会感谢上帝，就敢若拄着迄大法官伊的致辞。当咱若拄着这个，咱就想讲主一定有安那，一定有重要原因、美好的原因，互咱来拄着这个。伊一定有办法来帮咱来渡过头前的路。咱被信心来充满了，咱的人生就会无共款。什么是信心？咱敢会当讲出什么是信心？咱们看一个影片，讲了真完整。信心就是你呼吸一个。这个就是信心。圣灵这个词，也希望知道它的意思为何，你会如何下手呢？那你就得要从圣经的第1章开始。上帝创造世界时，地面是黑暗、空虚、混沌的，但神的灵运行在其上，带来生命、秩序与美善。但上帝的灵是什么？灵这个词是圣经作者表达上帝亲灵同在的说法。希伯来文是 ruach， 最后一个音好像清喉咙一样。ruach 可以是指许多不同的事物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能量。怎么说呢？有个不可见的能量，让云朵移动或让树枝摇晃，也就是风。这也是希伯来文中的 ruach。所以现在深吸一口气，你感觉到什么了吗？空气的流动，准确点说是你身体的生命力，使你深吸一口气。那生命力也是 ruach。这和圣经描述上帝亲灵同在的字眼一模一样，就像风和呼吸看不见一样，神的灵也一样看不见。风是非常强大的，上帝的灵也是如此。呼吸使我们活着，上帝的灵也维系万物的生存。让我们回到圣经，将看见上帝的 ruach 赐予人能力，来让他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任务。第一个由此经历的是约瑟，神的灵使他可以了解并解释梦的意义。另外一个是艺术家比撒列，上帝的灵赐予他创作的天才，使他可以有智慧和技术，创造账目里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。另外，我们看到神的 ruach 感动一群先知，使他们可以从上帝的观点知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正是如此，而先知也由此看到世界的问题。上帝的 ruach 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，但人们用不公不义带来了混乱无序、混沌。但先知们说，圣灵有天将如创世纪第1章一样来到，但这次是来改造人心，使他们有能力真正爱神爱人。圣灵要如何做这新事呢？数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们来到耶稣的年代，
耶稣开始他的事工时，有一幕美丽的景象：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，然后天开了，圣灵有如驯鸽降临在他的身上。故事接着说，神的灵赋予耶稣基督开启新创造事工的能力。我们透过耶稣医治人、赦免人的罪恶，见证这一切。这能力甚至能让已死的人复活。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群起反对，并在最后合谋杀害耶稣。但即使如此，神的灵依旧行了奇妙的事。最早的一批门徒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，他们描述为上帝赐生命的灵使耶稣复活，这是新创造事工的开始。而这件事还未完，耶稣显现给许多他亲近的跟随者时，他呼出一口气，并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约翰福音20章22节。不久之后，圣灵便强而有力地临到每个门徒，他们也因此参与了这新创造的事工，宣扬福音，并学习怎样靠着ruach以及圣灵的感动生活。如今，神的灵依旧在黑暗中运行，他指引人归向耶稣，改变并激励他们，使他们可以爱神爱人，并且盼望在未来圣灵完全改造这片黑暗世界。圣经最后以一个意象为结束：新的人要住在新天新地里，那里将充满着上帝的爱与赐生命的灵。如果你曾听过圣灵这个词，也希望知道它的意气，会使讲就是开。所以咱常常咧感谢讲，咱若有一个开司，是毋是安尼？咱若有开司的时候，咱就算啥物人？活人。咱若无开司，咱算啥物人？困去的人，伫基督耶稣基督内面是。问题是咱困去要伫倒位醒起来？兄弟姊妹，咱袂伫即个地上搁醒起来，咱伫倒位醒起来？伫耶稣基督遐醒起来。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决定。咱基督徒是困去，总是毋是死去，是困去。咱要伫倒位醒起来？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决定。所以咱知影圣神的意思就是安那，上帝的灵。咱知上帝伊真大，咱看袂到，总是伊为着拯救差遣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是甲咱同款有肉有体，会流血，会疼，会流目屎，会哭，会生气。总是伊无安那，无犯罪，为咱钉伫十字架顶赎咱的罪。总是咱有想到一项代志无？耶稣嘛是甲咱同款是人，有鼻仔同款。伊若伫甲咱教会出现，请问伊会使当时阵伫美国出现袂？若是耶稣是有形有体的，道成肉身的耶稣，敢有法度？是无法度。所以耶稣安那讲？我安那上天是为着安那？要差遣一个圣神。所以圣神嘛是上帝一个无共款的面相。圣神是咱看袂到，拄则讲开，这个开一出现，你有感觉无？会乌的，这圣神一经过拢安那变光，拢安那活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中有需要圣神，互你活起来无？有需要互你对迄个黑暗中，互你伫绝望中活起来，起死回生吗？是圣神的充满，就是安尼。咱心中可能有疑问，咱毋是拄则有人祈祷哦，讲我安那，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阵，我敢毋是就圣神伫我内面啊？我哪着爱搁充满一遍？有人有安尼疑问无？圣神毋是伫我里面了吗？我接受主耶稣已经伫我内面，我哪需要搁充满？需要，因为就亲像这若是你的人生，伫你的生命中，你伫洗礼的时阵，圣神充满你。经过1年、2年、3年，足侪代志了后，请问这会愈来，若是这是水是迄个圣神，你会愈来愈打起咧？世上有足侪代志，你会愈打起咧？会，是因为你内面啊那。你足侪看做宝贝的，你就是这是重要，所以你生命充满足侪，所以圣神无法度甲你拢总充满。所以你爱甲你内面的歹除去，内面的阻碍除去。咱需要定定放在
水龙头，你若是满水龙头圣灵来充满你，你干掉干渴的生命，你搁内面拢全放宝石，你叫是迄是宝贵的，你安那倒就倒袂安那，你去嘛？所以咱需要信心来充满，信心甲你伫地，你会安那，你就会使倒愈来愈济，愈来愈济。你若是内面家己自以为是的东西越多，你能被圣灵充满的就越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刚好透过信心充满，甲你遮叫是有路用的物件来甲摕起来，刚好。总是咱人唔知影，咱人拢有盲点，总以为是。以为我不需要圣灵，毋是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信心，咱无需要酒。咱会当啉酒，总是咱袂使酒醉。因也无说做你再啉酒尔，因为会当互血络拍通，骹会当搁较好势。兄弟姊妹，虽然酒干啊，甲信心共款是一个气，总是无共款，因为伊成就的是无共款。酒看起来面容是红的，信心充满面容是啥物？荣光不一样，就是会当讲你普通是毋敢讲的话，但是迄袂造就人信心的充满讲的话安那，会当安慰人，会当造就人，对人会当帮助。信心的充满会当做酒嘛，会当做的啥物行动，只是酒会当勇气有力量，啉酒了有一寡力量，普通是行袂做袂到的，无法度举足重的，啉酒了伊会当举足重的，总是迄是毁坏。伊是互酒控制。兄弟姊妹，伫遮搁一遍甲咱讲，咱来互信心充满，毋是互酒的气力来充满。愿咱一生拢知，伫主内面信心充满，咱才有气力，咱毋通去挖靠遐的，特别是酒醉。互咱的一生拢伫主的内面充满有感恩的心，不管你拄着啥物代志，伊掠基督的心做心，咱的性命会亲像拄则讲迄，本来咧黑暗中，信心的光一吹，咱就光起来。身躯边的人会当看到咱的面容是光的，身躯边的人会当闻到咱的香味，毋是闻到酒味。身躯边的人看到咱有勇助，毋是咱一时尔。看到咱的力量是有主，即个咧打喜乐的心，不管拄着啥物代志，咱有感恩，有喜乐的心，甚至咱若是主的心意，咱愿意彼此来顺服。安尼，咱的信息，咱伫信心的内面的性命，一天一天要长大，一天一天要更新。若是咱中间搁有人是为着家己来活，未是真做基督徒的，安尼。就真可惜，因为咱成长是要对得救才开始。咱得救才开始，咱知主耶稣基督是咱的救主，是救咱的。主啊，你救我真感谢你，总是我的生命历程搁伫啥物？搁伫婴幼儿的阶段，敢若救，敢若哈有代志才咧发啥？主啊，救我！若无代志咧，囥一边。这都毋是安那，毋是成熟的。咱爱真做啥咧？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的主，互我有成熟为主来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真可惜的是伊一个很年轻伊忧郁症足厉害，总是伊无听主的声，普通是伊就感觉讲伊真火热，伊嘛定定领受圣神的帮助，总是。无定定去水龙头啦，伊的性命打去了后，伊拢袂记哩，搁爱甲主的面前，水龙头信心搁来甲伊充满，无袂记哩啊。敢若食药啊，然后瑞治，伊就感觉有一天，伊感觉人生无圆满，伊决定伊要死的较好。这是尾仔才知影。所以当伊较好的时阵，咱拢知，忧郁症有严重的时阵，无法度自杀，因为伊连自杀的气力都无。当伊较好爬起来的时阵，伊就决定，伊即边若较好，伊就要自杀，真正互伊自杀成功。因兜敢若伊信主，迄爸母的心真白白，真艰苦。总是伊的妈妈因为即个囡仔青年捌带伊的妈妈去教会几遍，而且伊个别礼拜时阵是
教会是该设立教会牧师为伊举办个别礼拜。即个牧师咧分享的时阵，伊讲：主啊，当这个别礼拜我要安怎讲道啦？请问要讲啥物道？下骹拢是无信主，干那伊一个囡仔信主，总是伊选择行这较轻松的路，这是伊的选择。伊要讲啥物？圣经伫迄个个别礼拜行一个新约，就是伊的妈妈甲伊的爸爸讲，因来教会参加个别礼拜的时阵，感觉心真安。伊逐遍来礼拜的时阵，伊转去迄落告别式做礼拜煞转去，伊拢袂困的啦。总是若来教会安那，困觉足好势。若来教会足安那安心，所以伊的爸爸妈妈每礼拜伊过身了后3年，每礼拜拢来教会，因为伊就是来困，伊嘛足安心。啊，有通是袂困嘛，对无吼？伊就听去，伊就互主来温暖，互来主的听来听，伊就感觉有嘛，伊的迄是独生囝。3年中间困困啊学，困困啊学，困困啊学。有一天，甲牧师讲：牧师，我想要甲阮囝去共一位，我要相约在主里。即马即2个翁仔某拢真做真认真、成长、成熟的基督徒，因为伊讲我要为主来活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拄着真济代志恶担当，咱有感觉用感恩的心无？咱若有用感恩的心，总是咱做毋对代志，咱的主爱咱成长中虽然会有爱从处罚的，因为行动中成长的代价，还是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、咱所选择的爱付出代价。当礼拜咱有听到啥物人的见证？保和节的查某囝啊，嘉钱伊伫遮讲，伊家己嘛捌安那。家己嘛信心感动的，伊知影伊毋对，伊知影伊应该安怎做。当咱做毋对的时阵，咱的主嘛，互咱搁一遍机会。咱要看即个影片是黄嘉千的先生甲伊的查某囝因的生活。咱看即个影片，咱要来学咱的老爸。然后你要一直记得，你要想说为什么我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做错事。人家跟我说我要做什么，我就是要做什么。如果说帮我看这个，不要偷吃，我不能偷吃。如果别